今天您将收看的是睽违16年后，殿堂版粤剧《红楼梦》将固定在每年农历春节期间现演上海大剧院，还原出一座富丽堂皇的大观园。大家好，观众朋友们，您现在看到的是今晚我们观剧。我相信呢，喜爱粤剧的朋友一定还记得，在1999年上海大剧院上演了一部这个新版《红楼梦》，当时呢引起了轰动。那在今年呢，这个新版《红楼梦》又将升级为殿堂版的《红楼梦》，在春节期间在大剧院再次演出。那今天呢，我们请到了这部戏的宝黛扮演者钱惠丽、王志平来到我们节目做客，我们一起来聊聊这部戏。两位好，你好。1999年，由上海大剧院、上海粤剧院联合制作的新版粤剧《红楼梦》一经首演，好评如潮，被称为展示上海文化风采的标志之作。一时间，去大剧院观红楼戏在上海城中蔚为风潮。睽违16年后，在99版基础上升级而成的殿堂版粤剧《红楼梦》，将从今年起固定在每年农历春节期间现演上海大剧院，成为目前国内少见的在一流剧场做驻场演出的戏曲剧目。粤剧名家钱惠丽、王志平作为99年新版《红楼梦》的原班人马，将领衔主演殿堂版宝黛，为深城观众再现经典。殿堂版的这个《红楼梦》将来作为一个常演的一个剧目啊，不仅是今年的春节，可能在以后每年春节都会演。当时是怎样的一个初衷，要定成这样的一种规则，演出规则？因为大家可能知道，粤剧《红楼梦》呢是我们粤剧的一个非常经典的一个剧目，久演不衰。无论你是经典版的还是大剧院的版本，这两个版本呢都是每次演出都是得到很多观众的欢迎和认可的。这个现在的殿堂版《红楼梦》呢，实际上就是我们99年的新版《红楼梦》为基础的。到现在为止已经有16、17年的时间了。大剧院版本的《红楼梦》呢，由于它是大剧院的量身定做的这么一个剧了，就是要搬到外面去呢是非常不方便的。所以呢，我们跟大剧院商量以后呢，还是考虑到每年都在大剧院驻场为大家演出。还不快来见过你林妹妹啊！见过林妹妹，林妹妹是啊。那么我虽然说是有很多的这个戏迷喜欢这个粤剧，喜欢《红楼梦》，但是我觉得在目前的这样的一个戏剧市场的这种条件之下啊，能够有勇气做出作为一个常演剧目这样一个决定，还是非常不容易的。有没有考虑到市场的一些因素？我觉得《红楼梦》完全是有这个可能性的，因为它是创造了粤剧的一个神话。也是成为一个经典，所以大剧院版本的《红楼梦》如果成为驻场演出的话，他会定期的觉得我要看《红楼梦》的话，那一定要以后就上海大剧院去欣赏，这养成了这样一种欣赏的习惯。但是它又会和我们比如说经典版冲突，它就是只属于殿堂版的《红楼梦》，而且也只属于明星版和年轻演员展示的这样一个平台。那么两位啊，是从1999年那个时候演这个粤剧《红楼梦》新版的，在大剧院，到现在16年时间过去了，再次重新来演这个剧目。此时此刻的你们的这个心情和想法是怎么样的？真的是你们俩配合得很好。我说真的是不堪回首，真的是。其实我们两个人，认识的时候呢，是我们俩都还年纪比较小，志平比我又小好几岁。我们是从浙江到上海的，所以我们认识呢是在浙江认识的。我们初次的合作呢，也是因为《红楼梦》开始合作的。当时是浙江的音响出版社录了一个专辑，电声音乐《红楼梦》。那么我呢，《红楼梦》呢，相对而言，我演的可以说是比较多的。我从诸暨粤剧团就演了800多场的《红楼梦》，那么到了上海以后呢，又演了好几百场，其实是一共到现在为止都是1000多了。我跟志平两个人呢，我们有过很多的合作，但是实际上《红楼梦》的合作呢，还不算是太多。我觉得我确实
这次和广大观众朋友一样是很期待的。我想到了这个年龄啊，我和慧丽能够再次携手，完整的呢呈现经典的剧目，非常的荣幸。16年前的新版《红楼梦》，哪怕放到如今来看，依然是气势恢宏，震撼人心。16年之后，同样的剧目如何才能吸引当下观众的眼球？本着尊重传统、适度创新的原则，殿堂版《红楼梦》给出了自己的答案。此次复演的粤剧《红楼梦》是1999年首演版本的精修版，剧本、唱腔等千锤百炼的核心部分均忠实保留，以立足经典为基础，结合大剧院独特的舞台空间，独家定制。尤其是元妃省亲与太虚幻境2场重头戏，其中的音乐配器和舞美服装进行了重新设计与制作，总更新率高达80%以上，还原出一座富丽堂皇的大观园，最终呈现出不失精致古雅又符合时下审美趣味的舞台效果。虽然就是你们2位啊，这个宝玉、黛玉是这个专业户啊，演了那么多场，但是我觉得可以看得出来，你们对这个角色还是保持一种新鲜的一个程度啊。同时呢，你们2位的这个合作，你们自己就非常期待，不要说观众了。那么能不能给我们讲一讲这一次的这个升级了殿堂版的《红楼梦》，跟之前它升级在哪里？到底有一些什么不同？其实我们的舞美和服装呢，其实跟99年的那个新版《红楼梦》是一样的，我们只是重做了，全是新的，但是音乐呢是有所改动，然后呢一些大的舞蹈场面，比方说像第1场的元妃省亲的这种大场面和太虚幻境大场面呢，我们的舞蹈重新编排，音乐是重新写的。当然这个音乐呢，有些观众还是习惯于99版的那个音乐。他们都习惯了，但是呢，我们想，希望能够做到常演常新。一个剧目将来要坚持在大剧院演下去的话，我们必须要有新的东西让观众能够感受到。除了唱腔，它是呈现原汁原味的，是基本不动啊。其他的好像改动还是蛮大的。像就是这样，是不是应该这样说？就是跟经典版来说，大家观众所认识的就是徐兰老师和王文娟老师、徐静老师编剧的那个电影《红楼梦》。电影《红楼梦》呢，我们是称经典版，由于1999年大剧院呢刚刚落成，那么这么大的一个殿堂式的一个舞台，我们想如果说不把贾府的兴旺能够展现出来的话呢，觉得有点可惜，所以呢，创造出了第2个版本，就是新版《红楼梦》。元妃省亲呢，就是一开场的时候，就要体现他贾府最兴旺的时候的那些场面。然后元妃过来的时候，元妃到贾府了，然后有好多几十个太监和宫女陪伴她一起来的。然后整个大剧院呢，它就晋升有几十米，然后我们会从就是舞台的最后，就是观众的感觉的最前方、最里面那个地方逐渐出来，然后呢，有好多就是要介绍给元春嘛，除了宝玉以外，黛玉啊，宝钗啊，还有探春啊、雪春啊，这些都亮相了，所有的宝玉的所有的姐妹都已经上场，都亮相了。然后宝玉呢是从后面出来，她是最后一个见这个姐姐，因为他是男孩，然后他又是没有什么职位的。那时候就是也是讲究这个门第，也讲究职位的嘛。五指男儿是不能见的。开始的时候只能是，宝玉的爹贾珍、贾政，还有几个反正是宝玉的兄弟，宝玉的那个大伯，他们都可以见面。但是宝玉是不能见面的，因为他还年纪还小，他又没有什么职位，他怎么敢
借这个袁飞呢？所以那时候袁飞就是说是没有关系的，他是我自己的弟弟。然后宝玉是我们是从下长门跑了很远的路，感觉是从老远的路老早，他迫不及待的要见姐姐。其实这个场面呢，肯定你能够看到贾府最辉煌的一面。据说呢，这一次这个在结尾的部分，刚才您也提到，就是太虚幻境这一部分啊，也是作为这一次这个大戏的结尾，可以称为是上海越剧院这个最具规模的一次演出。是的，这个我觉得对观众来说，要展开我们的想象力去想象一下，这个规模到底大到什么样的程度？能不能给我们来分享一下最后这一场戏？云里雾里，美妙，都是一个一个的美女，然后音乐呢非常梦幻，希望大家能够去看，看了以后好吊胃口啊，才有发言权。那个太虚幻境，真的是如梦似幻，妙不可言。可以这样说，我有的时候自己在后场的时候，我也会走到前台旁边来看，因为实在舞台呈现太美妙了。它下面有干冰铺着啊，然后有大概58个演员都在台上，有金陵12钗、正池、副池，还有警幻仙子等等，一一的上场，然后伴随着美妙的音乐，让观众产生一种联想，就是哇，越剧戏曲这么美，那么《红楼梦》这么经典，在这样一场完整的那个这个音乐当中落幕，它的气势雄伟，在那个只有在殿堂版《红楼梦》当中，它才能够让你欣赏到，我觉得真的是非常棒的。天上两相映妹妹，水多青云刚成行。那河内草莽三清分，恰到来我家兄弟的昨日。眼睛有时花到水，灵动好比风不离。眉梢眼角那秀气，声音笑如蚊。接下来您将收看的是您是这个徐派小生，您是这个王派花旦。你唱的时候，你一定要有一种韧劲儿。他的唱腔上的设计极具。1962年，由徐玉兰、王文娟主演的越剧电影《红楼梦》红遍大江南北，成为里程碑式的经典戏剧电影。作为戏剧大师徐玉兰与王文娟的爱徒，钱惠丽和王志平，长相气质都颇具乃师风范，搭档合演了徐王派多部作品，如今更首次合作宝黛，在殿堂版《红楼梦》中传承恩师的衣钵。钱惠丽的徐派小生既有洒脱飘逸的阳刚之美，又有细腻委婉的儒雅风范。王志平演绎的王派花旦，扮相秀美大气，唱腔自然流畅，深受戏迷欢迎。两人的宝黛组合使传统剧目焕发出新的光彩。因为我们知道在戏当中，你们宝玉和黛玉，您是这个徐派小生，您是这个王派花旦，那么就这个具体的一些戏的一些情节，给我们分享一下这两个不同的派别的唱腔和唱法，我们该如何去理解？我先来说说那个焚稿，这段确实是脍炙人口，大家我相信喜欢越剧的观众，没有一个不会哼，包括金玉良缘、温紫娟，之所以成为经典，一定是它有它的优势，特别是我觉得黛玉焚稿这一段，就是我们作为旁观者来说，每一次看电影也好，看碟片也好，或者是看我们同行演出，看我们的学生辈演出，我们每次都会
就说潸然泪下，因为它确实是让你走到心里去的。那么特别是黛玉焚稿，它像《红楼梦》许多经典的唱段被保留下来，除了它的唱腔上的设计极具，就是说朴实、流畅、脍炙人口，让大家好记好听，我觉得这个很重要。那么这一段那个唱段，除了他唱腔上的优势还有我觉得是林黛玉这个人物作为贾府当中在这样特殊的一种特定的环境下被冷落的一个角落，他知道了宝玉背弃了自己，其实他是误以为是宝玉背弃了自己，所以当他在生命的那个绝望的时候，其实他已经是万念俱灰了，对生活、对宝玉，甚至于对周围的一切，所以他就是说，在这样一种特定的环境下，这个人物的他的凄凉感、孤独感倍增。所以呢，我每次演这段焚稿的时候，作为演员来说也觉得很过瘾，真的是经典的魅力。那么这个人物在这一段来说，整个《红楼梦》的那个编排当中，这一段的戏也相对的完整，而且让观众也能够进戏，所以这一段总的来说对演员的演绎的要求都是蛮高的。那么当然他的唱段也相对的集中，也是能够让人耳熟能详。所以应该说，我们每次在剧场演出《红楼梦》的时候，慧丽我相信台下的每一位观众，我们唱到哪里，他们都跟到哪里，因为他们都能背出来了。所以这样一种能够让观众产生共鸣、有记忆，而且深深地打入人心的戏，我觉得实属难得。是今是所有心，思那么钱慧丽来说说你的那个徐派小生的特点是什么？其实徐王流派呢，在《红楼梦》当中发挥的淋漓尽致。大家可能应该是熟悉徐派和王派，都是从《红楼梦》开始的，应该大多数人大多数观众，像我这一代观众，肯定是从电影《红楼梦》开始的。徐派唱腔呢，都知道都是高亢、潇洒，然后呢节奏鲜明。其实一个流派除了唱腔以外，还有表演上的特点。那么徐老师呢，因为嗓音条件比较好，所以他的音乐非常宽，他能高能低，对演员的嗓音要求真的是特别高。到了一定的时候，可能就不行了，不能唱了。你能高还不行，还要能低。年龄有时光倒水，灵动好比风的雷。所以他像有时候，比方像葬花，它有低到那个低音的雷，高呢可以高到那个低调的咪嗦，就是高音咪和嗦。我有时候现在唱的是哆来滴滴，还要高到嗦为止。所以呢，这个嗓子的要求也是很高，嗓子要求高，然后呢，它这个行腔都是比较就是要有弹性，不是说你能高就高得上去就是好，不是。你唱的时候，你一定要有一种韧劲儿，这种韧劲儿就是说，通过你的气息和你的表演处理，如果能够展示的出来的话呢，那真的实属不易。我把那心上的娃儿给你讲，心爱的东西听你讲。在这部戏当中的这个徐派你能不能给我们解读其中这么一两段那个戏？像大家脍炙人口的有一段唱，就是天上掉下个林妹妹。这个呢，就是你要说流派的特色嘛，并不是非常的鲜明。天上掉下个林妹妹，只是它比较容易上口。所以呢，哪怕你是不爱越剧的人，他知道粤剧
天上掉下里面都会唱这一句他们都知道，他们都知道，只会唱这么一句。但是呢，他们对一个流派的一个特色来分析的话呢，有好多都是不知道。其实，比方像些金玉良缘一句，第一曾经。满意的像这句起调是徐派非常典型的起调，我们有好多地方都用它，好多地方都用。当然了，我们由于人物的不同，有时候会稍作改动，但是这句起调是很典型的，其他流派没有的。它噔啦噔又是很高的，它高了以后像流水一样的会下来，能上能下。这个就是非常鲜明的徐派特点。在异乡一直在。那么我再追问一句，作为这个观众来说，他们一定到现场去看你们的这个《红楼梦》的话，它的价值在哪里？那价值就在我们演出的机会不是太多，对，一年只有一次。我认为真的好的戏就得要现场去感受、去倾听，然后去互动和演员，那种感觉是美妙无比的。而且你们俩的这个组合名家搭档，好像只演2场是吧？哎。我们这次就是正月初9和初11，然后呢，初10那天呢就演一台年纪轻的演员，青春版的，影派和原派搭档的戏，希望能够有不同的呈现给观众，希望也是常演常新的一种手段吧。那么就缺我们的观众来支持一把，来多看演出，那我相信这个事业就会越来越发展了。好，非常感谢2位和我们的分享。谢谢。我今天你给我们讲了之后，我觉得让我们对这个舞台有很大的一个想象的空间，所以必须到现场去看。好，谢谢。那我们也非常感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收看我们的节目，让我们下次再见。东方卫视。